賀歲片夜往喺香港嘅票房報捷，電影亦喺英國等地同步上映，吸引咗唔少當地港人入場支持。最近，夜往團隊到 YouTube 頻道英倫爸爸做越洋訪問，其中黃子華對英國嘅感受成為焦點。黃子華講到英國食物真係幾難食，仲笑話 Fish and Chips 已經係最好嘅選擇，仲分享自己嘅經歷，試過食到又貴又難食嘅漢堡包，一個要5-6英鎊。全世界只有去英國先揾到咁嘅嘢食。主持人問如果去英國借票只能帶一樣嘢，佢就即時揀即食麵，話如果有即食麵，我覺得已經贏晒，形容即食麵係 comfort food， 遠勝喺當地好多食物。佢仲回想由英國去歐洲嘅旅程，沿路揾唔到好嘢食，過程淒慘，直至喺柏林食到一碗普通越南粉，先覺得有冇咁好食。不過黃子華特別澄清，自己絕對唔係詆毀英國，只係覺得喺當地揾食確實有啲辛苦。同場嘅鄭秀文就持相反意見，笑言自己中意乾爭爭嘅嘢，同子華形成一個有趣嘅對比。